离选举愈来愈近，中国的动作嘛愈来愈多哦。伫今仔透早有2只中国的拖船冲入去咱国的海领海，搁进入鹅銮鼻东方大约3-4海里的所在。海巡嘛派船去赶，也毋过中国的船只是以海上真歹哦，无愿意离开，搁歹声扫。现在前面风太大了，我现在只能这样慢慢走啊。我现在正在走啊。依中华民国的法律，贵船就是不能进来限制水域，请您依您的航海专业技术，想办法离开我限制水域。是的，我现在正在离开啊，正在离开。我要向右转了，但是我转得很慢啊。广播的放送会当听到讲中国的拖船哦，佮对咱国的海巡人员呛声，讲目前方向透露，因无法度离开。海巡的船哦嘛，因为人道的考量，继续来监控来驱离。目前2只拖船佮工作平台离鹅銮鼻东北方17海里的海面上往北东哦。海巡是表示讲，去年的11月份，伫红头树就发现中国的拖船，这届哦是上超过驶到咱国限制的海域。目前哦，拖船嘛已经先离开，海巡嘛强调讲，因会继续来监控。